梦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镜头等下过来，咱同齐关心天气。今年第5号风台玛利亚已经形成，也毋过对咱台湾未造成影响。只不过讲，若是最近有要去日本的乡亲，就要设置风台可能会影响回林机房。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咱台湾是继续受低压带影响，西南风嘛较强，水气有较高。中南部规天拢不时会有固地渐阵雨，也是雷雨，嘛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过昼会有局部地渐雷阵雨。要提醒北部、宜兰花莲山区。这个所在拢有机会会落大雨。气象署嘛有针对5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伫花莲是柑仔式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也若伫双北和桃园、台东是黄色的灯号，高温是33度至35度。中南部因为云较高，到雨，高温是32度至34度。今日咱台湾继续受低压带影响，咱台湾伫过昼了后，拢爱设置雷公雨。另外，日本东南边海面上的这粒风台玛利亚是未直接影响咱台湾。台湾当咧低压界的西边，附近分批地区台湾的水气有较高，民众要注意过头的雷公雨。初9西南部沿海地区更加要注意短时间内的大水雨。午后在比较偏山区的地方，要留意会有比较大雷雨的一个现象产生。那另外就是在中南部地区哦，可能在整天都是有断断续续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现象哦。另外，初8半暝2点，日本东南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结做今年第5号风台玛利亚，估计对台湾并无影响。不过，休热期间真侪民众会出国佚佗，气象署提醒，最近要飞到日本的民众要注意。偏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可能在大概13号左右，其实会有一个稍微向西的一个分量。那这时候可能在强度上面，大概就是轻度台风的下限，或甚至可能会减弱到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接近在日本本岛比较北侧的一个区域哦，所以13号前后，可能若是要前往日本，在东京北方这个区域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虽然风台对台湾并无影响，但是因为低压界，台湾的天气也是无稳定，尤其中南部要注意短时间内的大水雨。另外，无落雨的时，各地天气湿搁热，估计北部地区温度通达到36度。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要做好风拍准备。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因伫咱台湾后壁这个所在是西部上大牛村，真正受风台影响，真侪田即马要积水，要掉土沙，已经2礼拜啊。农民是较烦恼讲，要处理这烂土，可能会影响万当稻啊报产。横看这块地全是土沙兼有水积伫内底，其实这本正是田地，即季全暴产落去啊。不过却因为凯比风台变大水雨，地区北江溪崩花水涨悬漫过来，造成水甘沙甲台南后壁区上加东里的田地严重破坏，拢总有60农民50公顷以上的田地受影响。农民无奈讲，头摆遮严重，心血乌有气，望政府出手斗3工。是讲即块嘛无法度去补啊，无法度去补，阮嘛是爱补休耕啊。即摆休耕农委会迄边诶条例是讲一定爱捧田，爱野豆啊，迄个捧迄个就吊车就无法度捧，是毋是讲会当用天然灾害特殊的条例？原本好的土会当种稻谷的部分吼，即摆拢无法度种植。伫即个重建的在即个期间吼，因的经济损失吼，要安怎吼？政府来甲因弥补吼？安尼的天然灾害拢是农民无愿意看到，但是因一世人的心血吼，希望讲政府来补助。农业局指出，受灾农民会使以灾害救助申请救助金，若田或土台咧1公顷会使申请5万，然后大水冲走1公顷补助10万。农民要靠无目屎，认为根本就无够。敢若一份地福建成本上少就要3000块。另外，饮水灾情是对北江溪水头到水尾的行李，本正要修成的攀轨啊，全部拢害了了。即马主材啊，迄个淹灭啊，要来复原。嘛，真爱真久的时间呐。黄伟哲市长也是高度的重视了，已经要求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来协助农民来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哦。那这部分的话，已经责成了农业局来召集相关的单位，然后研拟协助的一个方案。正盘过的农民反映，有人热人无情，不过风台来，甲因帮康型的布棚剩甲密密麻麻，煞无法度申请相关补助。政府讲，目前公所已经在编资料，会以个案处理做评估。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凯美风台扫过高雄茶山的扣水池，即嘛是出现全国特有的硫化喷泉，在地人是甲合作水泉花，有900多种无共的微生物组成的，闻起来有硫磺味，啊那水是白色的。 透过影像通看到，伫水底有白白亲像羽毛的物件，因为水流海咧，这就是硫化涌泉。茶山居民拢叫伊水泉花，因为伊有一种硫磺味。技术来茶山爬山的民众闻到，抓准讲是有人偷倒废水。前几工啊，这水拢白色的啦，啊，足臭啊！ 有一个硫磺，敢若是个硫磺味道。我以为是那个人的排毒器啊，是啥物货？因为茶山地质是酸乌搭结火岩，伫山骹有时阵会闻到硫磺味。茶山会表示讲，硫化涌泉是由900多种微生物形成。2013年伫八寿山顶山口头一届发现，之后逐年拢有出现。敢若2022年迄年，因为刻花无落大雨，硫化涌泉才无出现。目前伫台湾发现的，因为冷泉。 因为微生物的聚集而产生的硫化涌泉，敢若目前研究较周全的，敢若茶山下骹这个呢。水利局表示讲，今年因为凯美风台地下水渗出来，甲硫化物、有机物等等拢淋做伙，加做这种特殊的硫化涌泉。根据水利局调查，茶山的地方地水质拢正常。岩层里面的硫化物、有机物、混合物等物质带出来，产生个复杂的变化。 形成有浓浓的硫化氢味道的硫化涌泉。茶山会总干事表示讲，茶山的硫化涌泉甲一般的温泉花无共，便若落大雨，就会顺地形流去茶山的地方地，也加做当地特殊的地景。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是公布身心障碍者环境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包括建筑爱采取通用设计，让障碍者方便出入。另外，有性侵、性骚扰案底的人，袂使去做福利机构的负责人。草案内底嘛明定，任何人拢袂使用言论去歧视障碍者，上重会罚60万。来关心农业部有调查，去年咱全国厝内有饲猫仔的，这猫的数量是超过131万只。 农业部最近有过修正草案，是打算要对明年的8月份开始，厝内饲这宠物的猫仔嘛爱办理宠物登记，若无会互政府罚钱。来看中国时报，有20个咱台湾的少年查甫查某，因为牵涉诈骗，互台中苗栗检方发出通缉，报道是限制出境。想要到8月6日的时，因是想要偷渡去东南亚，尾去互海巡抓到，全拢移送法办。 就来关心头拄讲的这个案，这是拜二暗的时牵涉诈骗、互通缉，也是限制出境。有20个少年查甫查某，因打算要坐船去东南亚，想要到海巡上渔船去检查的时，却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原来因是一群人拢互关密伫暗仓内底，因为内底是翕甲强要卖喘气，才赶紧喊救命。即马规帮人拢互带转去侦办。 击开密封的舱门，表情痛快的少年男女，一个接着一个为下的船舱扔出来。不好意思，我们不会跑。好，有水，有水，可以给我水吗？有人喘气困难，有人热到要讨啉水。总看卖啊，密舱内有20人，海巡比对身份发现，其中有18人方限制出境，另外2个人是方通缉。亲像初6暗，想要坐这只渔船偷渡到东南亚，却因为被沉中空气波，还未出港，就有人喘气困难，拍船舱获救。渔船出港安全检查时。 察觉船尾处有异常，要求船长开启密舱，查获密舱内共20名本国籍人士。当场在高雄港内某船舶中，发现藏匿要偷渡出境的国人男女共20人，除将人带回调查外，并查扣作案用船舶1艘。 根据了解，这群人拢是诈骗集团成员，亲像想要美国来法律制裁行险路。这事业船长的渔船想要偷渡，不过这只船4年前也把将私分藏伫油槽弄馆方法办。检方事后认定船长2名船员有逃亡串证记录，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通风就无空气啊，空气无够啊，啊无够吼，人遐挡袂牢，伊就撞要出来啊，撑大落吼。 你迄风干啊，你也只能记无。
其他渔船的船长讲，最近天气烧热，坐伫通风的船头也是船尾，拢会感觉是热，何况是一群人踮伫尾舱内，尤其是有一寡渔船的尾舱为着密杂七，也可能分散避风。覕伫内底真正真危险，若无设立标准，也可能失去性命。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检方即摆也发现讲，犯罪集团上准咱台湾的护照真好用，因为摕咱台湾的护照伫真侪国家会当免签，所以有中国人做国际犯罪集团找咱台湾人合作。伫咱台湾找亲戚朋友卖护照去趁钱，伫境外嫌犯是利用 AI 去合成相片去做假护照，摕互中国人去使用，互因方便伫外国使用。目前检方嘛有甲7个人起诉。警方两边介护分配甲人移送，罗网4楼的查甫人为伊家己甲亲友拢互掠去。原来这阵嫌犯甲家己护照当作趁钱工具，涉嫌变卖趁钱，还有人加入犯罪集团做定人，伫台湾找卖主。检方查备警察终结，依照涉犯护照条例买卖护照这个罪嫌，起诉伫台湾的7个人。有形被告为赚取不当利益，担任本案犯罪集团在我国境内之主要代理人，严重损害我国护照在国际间之公信力，敬请从重量刑。行销广告宣传咱国的护照会当上8国免签，伫各地拍走。检方调查，配合犯罪组织由中国籍人士组成，讲付费无风险、安全有保障这个口号吸引对方买主落单。另外一边，各地网络甲台湾人讲有人要买的消息，成功得到11本。最后一步是甲相仿的相片用 AI 合成做假护照。接获线报。有国人护照在海外遭大陆人士冒用，一举破获18人之跨国犯罪集团。甲去年底比起来，咱护照减5个免签，不过比起对方，咱方也是有优势。互这种的非法交易一直出现，甚至这个乌市的介绍，男性护照一旦卖到6000美金，女性的介绍更加悬，一旦卖到美金7000块。女性卖淫或者其他的犯罪行为，它的可获利性比较丰润啊，所以可能就是那个犯罪组织、犯罪集团说，你以后会赚很多钱啊，卖淫会赚很多钱，所以我卖给你就比较高一点。护照收购价乃男女有清差，学者分析，这可能甲女性会当做的不法行为范围甲价值，拢比男性较悬。只是咱个人护照讲卖就卖，唔那面临刑责。这届检方嘛批评讲，影响咱护照伫国际的公信力，互免签的优惠有可能有取消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流行音乐天后 Taylor 资本要去维也纳连续开3场演唱会，不过尾伫演唱会进前有掠到2个可能是武装分子伊斯兰国的成员，拍算要对演唱会发动恐怖攻击，所以这3场演唱会全拢取消。我要徛伫大型扛棒头前，甲扛棒边顶，女歌手泰勒斯做伙翕相。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原本要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却因为表演的场地可能将做恐怖攻击的地点，紧急喊停。Sämtliche polizeiliche Maßnahmen und Vorkehrungen zu treffen, damit alle Veranstaltungen der kommenden Tage und bis zum Abschluss der Ermittlungen hin sicher über die Bühne gehen können.Insbesondere werden die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bei den aktuell heranstehenden Taylor Swift-Konzerten erhöht. 奥地利警方表示，伫个七夕迄一天逮捕2名嫌犯，其中19岁嫌犯是北马其顿人，嘛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警方伫个厝内查到真侪化学物质。伊甲另外1名17岁奥地利籍的嫌犯有具体计划，要针对泰勒斯演唱会进行攻击。Nach dem derzeitigen Ermittlungsstand haben sich die Beschuldigten im Internet radikalisiert. Der 19-jährige niederösterreichische Staatsangehörige Staatsbürger hat Anfang Juli einen Treueschwur auf den aktuellen Anführer des IS geleistet.虽然官方表示会加强维安，也毋过泰勒斯演唱会主办单位也是伫社群平台 IG 发文，表示奥地利的政府官员确认球场会是恐怖攻击的目标。为了大家安全，因无法度只会当甲原本初8到初10要伫安斯夏普球场举行的3场演唱会全部取消。所有门票会伫10个工作日以内自动退钱。暂时警方咧对查到的化学物质做调查。若是泰勒斯这3场演唱会照常举办，拢总会吸引将近20万人到现场。伫奥地利总理内哈默知影演唱会取消，伫社群媒体 X 发文表示，虽然互歌迷真失望，也毋过状况嘛真严重。在警方佮安全机构、各个部门的合作之下，提早发现威胁，嘛避免悲剧发生。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
泰国伫去年大选的时选赢的前进党要推动修改模范君主罪，即马是去互因的宪法法庭认定这是违反宪法的，所以裁定要甲前进党解散。毋过即马有8外的前进党的议员，因即马是打算要做新的政党继续拼改革。泰国宪法法院初次宣布解散去年大选赢得上侪席次加选票的解救派前进党，搁下令前进党前党魁皮塔加其他10位资深党员10年来禁止参选。这是法院伫今年1月认定前进党违背竞选承诺，想要修改宪法112条模范君主罪了后所做出的意料之内的裁决。法院表示，前进党的行为等于是摧毁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也过实际上泰国当局过去并滥用宪法112条，限制言论自由，让真侪支持改革的前进党拥护者对这摆判决感觉真愤怒。สิ่งที่เราเห็นเนี่ย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ไกของ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ไทยมันมักจะสกัดกั้น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อยู่เคียงข้า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ยู่แล้วผลของคำวินิจฉัยของศาล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ในวันนี้สุ่มเสี่ยงที่จะทำให้ใน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ะครับทำให้ระบอบ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อันมี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ทรงเป็นประมุข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กลายพันธุ์ไปเป็นระบอบอื่นได้这摆的裁决会当讲是中央2020年的事件，迄当时同款伫选举中表现出色的前进党前身未来前进党，互法院解散，随后引起新世代展开继续6个月的大规模街路抗争，数百名示威者当局以模范君主罪起诉，不过这无代表泰国政坛改革运动就要结束。目前犹原有资格142名前进党议员会伫初9注册新政党，继续履行国会反对党的职责。公司新闻两个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甚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孟加拉的大学生6月初是有发起反对公司配额示威抗议，造成孟加拉做15年做上久的总理哈西娜落台流亡去印度。即马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尤努斯宣誓就职做首席顾问，会负责领导孟加拉去做临时政府。来看日本的那加萨奇，伫今仔日的原子弹爆炸日，要举办和平的祈愿仪式。不过，因并无邀请以色列驻日本的大使，这是引起7大工业国 G7 国家甲欧盟驻日本的大使拢在关心这件代志。市长是表示，因为因主张和平，所以无希望邀请以色列了后出现抗议加沙冲突这件代志。不过嘛，因为安尼，美国、英国即马有6个国家驻日本的大使拢决定要和以色列徛共平，因无要去参加日本的这项活动。来关心飓风戴比扫过美国的东南部，造成6个人死亡。美国的飓风中心即马有通报讲，戴比有可能会搁一届登陆，所以嘛提起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还有西维吉尼亚州，可能拢会做大水。咱政府发展新南向政策，嘛要发展咱和东南亚、澳洲的关系。其中，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就是做地壳的角色，来促进双边的交流。基金会甲单已经满6年啊，因有举办新南向政策论坛。另外，在外交部长林佳龙，伊嘛有到现场去分享。伊讲，咱政府未来会用产业实力结合科技来发展外交。设计两个庆祝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第6周年，大亚会是专注咧东南亚、南亚事务，落实新南向政策的底壳。大亚会表示，伫因甲官方的合作之下，过去6年成功推动台湾参东南亚的底壳、公民青年甲 NGO 等等非官方的交流。不只是办好预算论坛，担任智库，作为政府旗舰计划的代言人，我们也自己开拓了一些行动方案，能够做一些政府在公领域部分不便做或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工作。大亚会也伫7月即天举办新南向新展望的论坛，外交部长林佳龙、新加坡、越南等等国家的代表拢到场参与。林佳龙表示，经过蔡英文前总统的5大创新产业，到即马赖清德总统5大新内产业，台湾会继续透过产业实力来发展外交。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数位科技把台湾的这个数位国力也可以延伸，去造福更多的地区跟人民。我们有很多的隐形冠军，但是我们的隐形冠军不是只有在半导体，
我们在各行各业百工百业，从纺织到所有的这些螺丝螺帽，台湾都有非常好的产业实力。根据经济部统计，台湾出口到中港澳的比例，这3年为43.9%，降到只有35.2%。相对出口到东南亚、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区的比例豆豆提悬。行政院经贸单判办公室表示，这显示台湾透过新南向政策，有达到避免贸易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出口国也渐渐走向多元化。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根据统计，今年头一季买厝贷款的统计新婚30岁至40岁的男性占45%，有比去年同期增加2%。而且要贷款这厝的价值，所以1212万增加到1328万。这嘛代表讲，万一档买厝贷款就要加100万。台湾的高房价可能互真侪少年爸爸父亲节压力也真歹减。根据联电中心今年第一季房贷统计指出，甲去年同期比，30至40岁男性买厝占4.5%是大多数，平均买的坪数是43坪，比起其他年龄层男性买的坪数9水，买厝总价也比去年加贵100万，来到1328万。明显的新青安的贷款人数也增加了，那这也去反映到市场上面呢，也非常多，像大概12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物件呢是非常热销。统计少年男性买厝贷款比例比起去年增加2%，虽然买厝贷款金额提升，也毋过有新青安政策有望带动不论是少年爸爸还是少年男性买厝的意愿。我是觉得可以当投资这是还不错啦，还是会有帮助啊。prefer 就是当然看它的环境跟交通的部分。都有不动产研究中心累经今年北台湾上半年推出的详细坪数建案，发现详细坪数只有10坪，位于中山区，先高均价落地120至170万，总价大约1000多万。比较小的一些套房型产品，它可能低于15坪以下。那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其实对于一些想要做投资出租或者是说他未来想要期待转手获利的这些买方来说的话，其实相对之下还会造就出一波热潮。专家表示，目前后半年伫台北艋舺甲新北土城等地区传出新建案规划25坪以下，也毋过预计有望会吸引投资客。伫北台湾小体趋势也是有人抢。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后，老大人是大的问题嘛，引起关心。台北市的民意代表认为讲，台北市的社会主体政策无去想到弱势老大人因的需求，因为是规定讲住满12年了后就要搬走，无就要家己去洗厝，也是个定甲人定摆社会主体。因是希望讲会当亲像新北市共款，互65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当继续伫社会主体走落去。第一城开工顺利。国安全部也金沙挑行政院导英台出席台北市艋舺区凌霄好食社会主体动土典礼。凌霄好食有112户，有价117年完工，为基地行到青年公园，只要1分钟。市区的环境真侪店家生活机能齐全。报告的好多内容都比我家好了，应该住进来之后会忘记这是一个社宅，会记得这是一个豪宅品质的国家建设。兴建社会主体落实居住正义，台北市提前进入超高龄社会，也毋过北市社体政策，一般户大满6年弱势户满12年就爱离开，像长者需要家己出去洗厝，也是过一摆排队大入去。民代认为应该考量弱势长者需求，呼吁65岁以上长者会当新组社体到8年后。65岁长者的家庭就是直接开放到中老的话，其实对社宅资源的使用轮替率其实会有蛮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确实是还需要做比较详细的评估。以新北市为例，去年8月推出社体长者安心居住方案，除非无符合先祖资格、违反租约管理规则，还是疾病需要治疗、住伫照顾机构等因素无法度登记大，那无原租期届满的时，只要年纪达到65岁以上，拢会当继续申请承租。只要他现在年满65岁，那没有违反租约，那他身体状况也是 OK， 然后家里没有其他年轻人，整个家庭成员都是65岁以上长者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续约。台北市城乡局也进一步表示，目前有2位长者有表达继续大的需求，有计未来适用方案的长者也会继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新眼界来看金鸡演社对1993年创团以来，拢是用台语来表演。今年伊领导大戏《西来庵》，伫今仔日就要首演。导演王英如表示，《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时代规模上大、思想上界严重的民间抗争。伊希望用台湾人唔认输的精神来呈现这段历史。人的地，人的厝，你亲门大户，佮威胁恐吓，这毋是遐个人才做得出来的代志。台湾抗日历史当中的叶清风是1915年西来庵事件带头的领导者，最后被日本政府抓起来判死刑。今年金鸡演社以西来庵做戏出的名，要演出这段日本时代台湾规模上大的民间抗争。叶清风害死王爷公，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阿姊。在台湾话内底，用口水的讲法流传这段历史。导演表示，因为叶清风捌利用王爷信仰、卖符啊、水等等招民众起义，伫咧历史上较有争议。不过，伊伫咧戏内想要强调的是台湾人面对高压统治迄种勇敢抗争的精神。哪有遮戆的人啦？哪有安尼卖符啊、趁钱，伊就去享受就好，伊想来咧做这个革命抗日的事件，抗日事件是抬头的呢。哪有人为着咧趁遮钱？原来伊卖符啊是为着这个抗日的基金啦。伊要募款就募款啦，安尼啦，所以对我来讲，伊虽然是一个神棍，但是我感觉伊是一个足勇敢、唔惊死的神棍。导演表示，西来庵和叶清风的故事，足罕有人摕来做戏出。不过，伊认为看到这个时代来看历史，其实也当看出台湾人唔认输的个性，其实到有当都无改变过。清朝时代有人咧讲台湾人足歹管的，3年一小反，5年一大乱。到当还阁是安尼。你看讲进前还阁有清道东。啊，搁进前呢有迄个太阳花，啊嘛有迄个啥呢红三军，所以台湾人实在是都有这个个性，哦，无认输啦，唔认输的这个个性，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导演指出，西来庵这出戏已经上20档啊，总算要伫8月初9至11日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导演嘛讲，西来庵除了叶清风，嘛呈现真侪无共族群、无共阶层的百姓日常。剧团希望将大家做伙来看这个小人物，在实面统治下底无共的想法甲梦想。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旧历7月初7，嘛是亲娘妈生。台湾民间会拜亲娘妈来保庇囡仔平安到大汉。在拜拜的时，嘛用到亲娘妈亭。啊，那伫鹿港腔是讲亲娘妈坛。即马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用印刷的，无都是用纸凹的较济。啊，毋过伫中华鹿港有一个92岁阿嬷，即马坚持也是用手工来做。旧历7月初7是亲娘妈生，台湾民间有拜亲娘妈的习俗，有保庇囡仔平安大汉的意思。民众会穿红卵、糖果、油饭，其中上重要的就是亲娘妈坛。即阵市面上拢是印刷用纸凹的亲娘妈坛较济。伫中华鹿港有一位92岁的柯碧环阿嬷，坚持手工制作，在门路的人嘛专工来交关。像阿嬷这个都是自己手工粘的，比较不一样。厝内逐年拢有咧拜。对，每一年都有。专工过来才卖。对。柯碧环阿嬷表示，做一支亲娘妈坛爱先白底米啊，搁爱一步一步装它，真够工。过去生意当好，伫亲娘妈生的时，通好做正清机。但是时代改变，加上少子化，拜亲娘妈的人愈来愈少咯。即摆人都有无爱拜，讲囡仔大汉毋免拜，话少少都真无拜啦。啊，无较早大家都讲过去，互大家嘛有咧拜啊。以前亲娘妈内底有吼，伊有一对灵条，啊嘛有迄个门神。造型就是一间寺庙，就是讲亲娘妈咧大的即个寺庙的特色，伊代表一个神位啦。文书工作者表示，传统亲娘妈坛的骨仔，因为是竹仔做的，未完全化掉。过去民众祭拜会甲化过的亲娘妈坛，但起厝尾顶代表送亲娘妈上天的意思。即阵因为生活模式改变，这项鼓励嘛已经豆啊消失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这几年有愈来愈侪新的台文的创作，嘛有台语的教材，拢是用教育部台语拼音和台语汉字。台北市就有一个亲子共学空间，伫休在期间举办台语囡仔营，运用现有的教材，带家长和囡仔做伙学台文。
老师带囡仔学台语，就嘛拼音，囡仔唔若对咧读，佮会晓拼音，这是乐天亲子强化空间所办的台语营队。带团的老师投一对亲戚偏来台北，伊讲即届受邀请来带营队，才知影原来有这么多台语家庭对台语班有这么大的需求。一开始是乐天先研发出这个笑嗨嗨的，就是教材。然后，伊就讲，既然拢有这个教材因为家长可能伊家己伫厝内使用的时阵，教囡仔在使用的时阵，可能会有一寡唔知影要安怎做较好，所以就规起开这个营队。营队虽然无几工，不过也有对美国返来台湾孝助的家长特别带囡仔来参加营队。家长分享讲，因安尼学起来，搁来伫厝内配合真嘛无共台语教材在使用的时阵，对台语拼音嘛读愈有概念。台湾阮华威边有一个台湾学校，已经成立10年啊，啊，边嘛有台语课，不过像台文啊、台语这款的系统是较新的系统，所以阮迄边。即摆也才无，所以讲咧台湾先先学了后，转去了后，阮会当下改变建议讲，买当来呢，甲台湾的环境呢接做伙。这位家长指出，这几年学台语的教材含资源甲英语变起来是加真多，这拢通听到发音，使用起来是真方便。伊认为，既然都是爱学才会晓，也毋茫当去和美国的台湾学校分享这套台语拼音，做伙学台语。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26度至33度。外岛27度至34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